季种鱼腥草，在杜淳于眼中，不起眼的乡间小草有大用。我们小时候啊，老妈妈都会利用这个鱼腥草熬水给我们喝，不管是喝下去还是洗澡，它的效果都非常好。所谓效果是指清热、利湿、抗菌。客家先民拿鱼腥草汁制作解暑青草茶，杜淳于则拿来做肥皂。小时候就会有皮肤比较红、凸起，很红，一粒粒凸起来。现在好，比较平滑一点。他刚开始根本就不相信，不信任我的肥皂，后来他好不容易一开始，他说还跟我讲，妈妈肥皂好用。原本手会皲裂的先生症状同样改善，让杜淳于的手工皂之路从此停不下来。要动简单，认真做就黑嘞。啊，这很简单，认真做就对了。之前我们说要动简单，认真做就黑。原理简单，但加了碱水的鱼腥草汁调和植物油皂化的过程，搅拌至少半钟头不能停，不能一股脑整锅倒，而是一匙一匙慢慢的等待微妙的化学作用。一家人的感情也在携手合作中这么融在一起，温度不够就加温，就是很麻烦。麻烦的是还发现，原来没有添加物的纯天然手工皂是有保存期限的。很多肥皂都是可以放个3、5年，我觉得奇怪，我们肥皂怎么还不到半年就出油斑了？都出油，你看湿湿的，一次一次的试。所以我常常讲啊，礼赞礼拜，人还是要礼拜礼胜。自己和家人可以放心使用的，也在网络上推广，做多了就送给邻居或社福单位。盈利从来不是这位客家妈妈最先考虑的事，就是做下去吧，不管它好不好，我就是要做下去，因为为了全家人的健康哦。源自对家人的爱，客家妈妈的手工皂乐于分享，也成就了一份爱的事业。要懂简单，认真做就黑；要懂简单，认真做就黑。